X 入邊呢，其中有一隻係我自己改裝嘅長龍雙刃380F， 其他嗰啲就係原裝嘅長龍神劍360F， 忍者幻形960LF。呢個遊戲入邊 BB X 冇持久勝利同埋擊爆勝利，而乒乓球就係得持久勝利。而呢一個任務嘅規則就係 BB X 只要踢出佢2次就勝利。而如果任務失敗嘅話呢，就有2次機會，而每一次做任務都有3次機會。而家任務時間即將開始，第一個要出嚟做任務嘅就係長龍神劍。3、2、1，長龍神劍第一次任務失敗，剩下2次機會。3、2、1，長龍神劍從天擊飛勝利，加2分。還有1次勝利。3、2、1，長龍神劍從天上擊飛勝利，加2分。長龍神劍任務成功。下一隻忍者幻形960LF， 任務即將開始。3、2、1，忍者幻形自己擊飛，還有2次機會。3、2、1，忍者幻形被乒乓球持久勝利，剩下1次機會。3、2、1，忍者幻形被乒乓球持久勝利，忍者幻形任務失敗，到下一位，最後一位
我自己改裝嘅長龍雙人380F。3, 2, 1, go！長龍雙人衝擊勝利，加2分。3, 2, 1, go shot！ 我第一次見到長龍雙人可以拍出咁勁嘅實力喎。長龍雙人一次失誤，剩下2次機會。3, 2, 1, go shot！ 長龍雙人追擊勝利，加2分，恭喜長龍雙人任務成功，拜拜。